深色的新闻，唔知你乡亲敢捌看过这个限速5公里的这个标志？有民众伫社群的网站抛出了南投有一个路段出现时速限制5公里的标志，有一个乡亲讲，这敢是开放互古随？是讲有内行人出面解说，这原来限速标志是设立要经过更一个便桥的路段，主要是要提供沙石车行的，因这个路真歹行，沙石车经过时会渗，才会提醒讲爱减速，避免发生危险。 民众伫社群分享，南投有一个所在出现时速5公里限速的标志，互网友大开眼界。老话讲，这条路是毋是敢若开放，互狗来扫？阿嬷行路拢比你搁较紧啊！ 实际来到现场，开车开到一半，原本时速是40公里，奈雄雄突然间变成时速5公里。经过这条路的沙石车，看到限速全部拢倒啊驶。啊，这种速度你小乌龟来赛嘛，超过5公里。太慢了，那5公里走路都可以超过了。民众看到无煞煞，自己讲是毋是减写一个零？网友咧讨论的时阵，嘛调出着老司机来解说，限速5公里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头前的路难度真悬。 沙石车豆豆驶去你搭伫河水顶悬的港便桥，你的位置就爱非常的精准。加上沙石车的动力，护桥一直咧渗，才需要设置限速慢行。立在我们要经过港便桥的一个位置，那提醒砂石车要减速，要注意通行那个港便桥，注意它的行车速度。 以保持它的行车安全。公务处讲，这个便桥是敢若互沙石车来驶，一般小客车是无法度过，而且提醒沙石车的司机，伫咧经过便桥时阵，一定爱细力驶较慢地。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。